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0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过年期间的这个东部列车这边的这个车票，今日暗时12点过后会当订票。不过工会也讲，为了安全，可能要来罢工抗议过年期间车帮会停。苗栗地检署贿选案侦查终结，对县长当选人张东锦等4人，要提起当选无效的这个起诉。张东锦近日被去监察院。伫世界杯脚球赛摕到冠军的阿根廷队伍，等到因的国家受到欢迎。当地政府也宣布12月20放假一天结束。讲到这台铁火车伫过年期间的这个车票呢，对今日暗时12点过后，就要来开放东部干线订票。不过台铁员工今麦可能是要来罢工，是因为讲会去影响到过年的车帮，因为台铁工会是不满交通部无照片照行，讲这台铁公司化了后，政府会负担台铁列车维修费用。不过今麦煞来跳票。讲伫咧这公布的主法条文内面呢，超过一半的维修保养要由未来的代替公司负担，到时阵一定会了钱。工会表示讲，为着安全设想，过年期间这车帮拢会停落来，无排除过年期间是无火车通坐。新正就要到啊！代替春节疏运的期间，全线会加开287班车，另外拢总加挂144节车厢。12月21翻点过，就要开放东部干线订票，接续22搁开放西部干线订票。不过，代替企业工会伫开始卖新正车票进前，讲交通部无尊重工会，公告部分代替公司化处罚，互代替的安全陷入危机。为着行车的安全，伫新正的期间无排除会有所行动。春节期间哦，然后那么大的运输，我们不容许让列车有一点点任何的一些状况在行车不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春节的部分里面哦，完完全全把列车停下来，然后让我们跟交通部好好的谈。工会指出，交通部伫这个月16公告的主法之一，把车辆维修分做4级，第1甲第2级维修的费用由代替公司家己负担，第3、第4级的费用则由交通部编预算。初步估计，未来代替公司若是维修，一年就要开21亿。工会批评讲，这根本就无经过协商。而且会因为安尼，互公司了钱，因主张所有维修的费用拢爱由交通部来编。工会要求讲，交通部若无退回公告，就是爱修改条文的内容。我们在协调，一直在协调，我们还在讨论哈。是。代替5亿劳动节年假，都因为工会不满公司化条例协商了无够，发起集体休困白加班，最后敢若有11个司机员，机动驶18班区间车。不过，迄当阵拄好拄着疫情，坐车的人无多。即马面临国内解封了后的头一个新正，火车若是无法度驶，就会严重冲击疏运。针对这点，交通部长王国材已经打电话给工会，代替嘛表示会持续做内部的沟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万项拢起价代志咧。这个全家便利商店宣布，因为2个介绍起死城，对12月28开始，落地2一碟对10块要起到13块。目前其他便利商店是无对咧起价，甚至有店家表示讲，这2唔若起价，到这个过年时阵可能会大欠货，就先爱救起来炖。便利商店的地向2全港时段拢是人气商品。连锁便利商店专家发布声明，因为最近2家平均起幅度超过4成，所以为12月18开始，要调整介绍为每粒10块起到13块。不过也公布推出促销，使用 App 一摆买10粒，卖100块。其实是不贵，因为我们习惯10块钱一颗，3块钱算少。太贵了。太贵了。对了。这个还好了，自己买就好。自己拿自己煮一煮也好啊。目前其他连锁便利商店的业者拢无起价计划，实际去传统市场，市面上依然有1斤50块，相对平价鸡卵，一盒卖超过100块，有鸡卵也袂少。店头表示，最近也无明显感受源头起价，不过有小食打商是透露，已经接到搬商的通知，过年期间可能会重演欠2个恶棒。但3有跟我讲说，过年你要叫是要休过年要提早叫，不然会缺货买不到。在农民至少维持一定的利润的时候，那农民会全力的来生产。第二个，政府还是会尽全力的来让整个大宗物资，尤其饲料的成本，那尽快的可以维持稳定。市价业者分析，若是寒流一直来，鸡卵供货量就会减少，进口卵是受到禽流感的影响，最近本来就较少。农委会是强调，过年进前，鸡卵供应无问题。
另外2个是处决市场的记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做兵要延长时间，当时会来定案的。国防部表示，正在进行最后的协调。目前的先针对志愿役入伍训练，把时间对5礼拜延长到8礼拜，也会增加战争受伤的救护课程、射击训练也会增加，按算对明年元旦开始实行。不过有学者认为讲，这一贯的训练只是起头，就要看分派部队了后，敢有受到专业训练。台东这项基地幻象战机不时起降，中南60号最近到台东东部进行演训，国军时刻定调台海4科为动态。也毋过最近外界质疑国军训练伤过保守甲传统，无法度营养未来作战。国防部表示，会提升志愿役的入伍训练，2023年元旦上路。国军是考量战训的需求，以及参考先进国家的训练做法，我们是以实战化为核心。入伍训练是从原本的5周230个小时调整为8周380个小时。入伍训练为5礼拜增加到8礼拜380点钟，也增加战伤救护、战场抗压等新项目。射击部分搁实有原本岛的姿态86粒，调整做徛轨岛姿态160粒。学者认为，入伍训延长只是初步，重点也是伫了后落部队敢会当有专业训练。它只是让这些官兵、志愿役的官兵能够融入部队，了解部队基本运作。真正的是他后来下部队之后受的训练。那这个部队训练是要怎样？这个可能还是要再看之后更进一步公布的资料。这项调整只针对志愿役，另外大家关心的兵役延长，国防部表示，因为涉及范围真宽，包括越南的各种权益，目前已经积极进行最后统整甲协调，确定了后，就会随向社会大众说明。记者综合报道。14月之5，新的县市首长就要上任咯。不过，这标的地检署进前有侦结一个案件，是一个现金贿选案件。今仔日就对县长当选人张东锦在内等4个人提起当选无效的一个起诉。张东锦定价就批评讲，这标的地检署却变做是特定政党服务的工具，失去司法机关爱有的独立性，会向监察院检举。苗栗地检署14对大选期间第一件现金贿选案提起公诉，感谢苗栗县长、柯乡长甲村长乡民代表等选举，因为涉嫌买票的姓陈查甫人是苗栗县长当选人张东锦的大柯乡联合竞总主委，检方一早决定对县长当选人张东锦提起当选无效起诉。提起的最主要理由，是因为目前多数的法院见解都认为候选人本人、亲属、竞选团队等等所为的贿选行为效力都会给予当选人，所以本属依法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当选无效起诉对象，也阁有姓部的大河村长当选人、姓谢甲姓林大河乡民代表当选人。检方强调，多数法院见解拢认为，当选人若对亲友或者是竞选团队成员的贿选行为有共同参加、受益或者是动机等无违背伊的本意才情形，拢是当选人共同贿选行为提起当选无效起诉。张东锦竞选总部批评，苗栗地检署沦为特定政党服务的工具，完全失去司法机关的独立性。陈姓男子在笔录中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示，并没有帮中东锦买票。没想到检察官竟不予采信，更未秉持无罪推论之原则，故意入人于罪，利用司法迫害人民，明显企图借此影响选举的结果。张东锦定也强调，姓陈查甫人甲张东锦并无往来，只挂名联合竞总主委。地检署故意曲解各当事人定罪，故意集人以罪，明显是为影响选举结果。选举的涉及地检署滥权甲为特定政党服务的证据，向监察院检举。张东锦自告共款的依法宣誓就职。记者综合报道。大选过后，这乌金基地变作是焦点。行政院提出行政院版本的扩大排乌参选修法草案，不过由24名立院立委联署所提出的草案版本，却是把选举公报内面的学历这项汰掉，认为免强制公开候选人的学历。不过，这个提案今仔日伫立法院的听书委员会已经去互动落来了。
选举公布载明候选人学历、经历甲证件，选民应透过公布了解候选人的背景。因为大选期间，候选人学历议题正做公共焦点。选后行政院办的扩大排污参选司法草案，排除有乌金轻度前驱者参选公职。由24位立委提出的草案版本，再要求将选办法当中选举公布爱直接学历项目删除，注定文件强制要求报道候选人学历，一个要求加上前驱，引起讨论。民众知的权利非常重要，而且相关民进党委员的提案，甚至于把有前科都要放进去，却把学历拿掉，其实真的非常的可笑。我觉得真的此地无银300两。南会这期提案人当中都面临学历问题，立委蔡适兴批评安尼提案，外界一定会检视。根据选罢法规定，候选人公布的选举公布的学历资料，核数以上的学位应该减负证明文件，国外学历的人爱减负外观的国外学历证明文件。好像把学历拿掉，有一些问题，而且也在质问说，这是不是民进党的态度？我们个别提案都是可以到委员会大家共同来讨论的，那倒不一定要在程序委员会就把它挡下来。求学上面的一些专业性，不管是公职或者是首长的选举，也都是代表你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知识。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不能列在公报上面。过去伫公共政策参与平台要人提案选举公布顶悬，唔通牵出学历，无通过。我参选立委的学者施正峰，就因为未符提供国外学历证明，提出公布顶悬学历部分抗辩。但民进党就很奇怪啊，好吧，要把它弄成好像就是一个学位很高，要洗学位啊。现在你已经不是在野党，不是反对党，已经执政党了，还在玩那种暗度陈仓那个东西，太可笑了啦。不过，市政府批评伫这时机点，立行要受法排污，所将公布顶悬学历提调，真无应该。这提案直接伫立法院定数委员会当中，互南会动来，暂缓立案无付费。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这桩，有影是真坎坷的代志，伫台北市文山区的立行国小发生着2个囡仔食着顶礼拜过期的汤。学校证实讲，这营养午餐业者因为有新的人来上班，对于配送天数无熟悉，才会把这过期的汤送入去学校。教育局除了对这厂商罚26000块以外，也下令对明仔载开始停止送营养午餐2礼拜，若准无改善者，就会停止合约。中餐业者早起无用支持处理学生的营养午餐，也毋过台北市文山区立行国小所有营养午餐业者29将顶礼拜的过期汤品送到1年级某一个班级，而且也有2名学生食落肚。我孩子自己是因为他闻了很臭，他就没有去拿。但同样的团体里面有2个小朋友，大概就吃到馊水这样子。为什么馊水桶会从上周到现在都在学校里面？然后用从餐车推到教室里面，还打开给分装给小朋友。那小孩子都觉得臭得像大便了，那每个大人都没有发现。学生家长批评营养午餐的供餐流程受过松，学校证实因为厂商是新手教者，无啥熟悉配送流程，所以无将过期的汤品处理好。那班里的老师闻到怪味，也就是特殊调味。应该算是新手，在拿取这个汤的过程中，并没有很熟悉跟确认，所以导致有这个错误。老师表示就是说，因为当下我们在室内都是戴口罩了，闻到的味道确实有点变异，那他会以为那是一个调味的作用哦。上个礼拜有1桶汤没有收回来清洗，厨工在送餐的时候并没有把那1桶汤给打开检查，说这个是上个礼拜的。好佳在2名加落去的学生目前健康并无大碍，不过相关单位也随调开会议处理。抱歉，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个处理这个事情。学校午餐供应委员会会按照这个合约来审核，那我们什么都不排除看他达到了什么违规的一个程度我们都会来落实的、严谨的来处理这个是不应该犯的错误的，如果有一样一样会写检讨报告的，还有该惩处的会惩处。因为业者平常供餐予4间学校，所以代志发生了后，各校代表甲厂商拢出席会议，将依合约规定采取必要措施。教育局指出，学校为明仔开始暂停供餐，会针对厂商维持进行检讨，佮以契约进行记点甲罚款，佮较要求厂商严格落实供餐的各项权责，确保食品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毒品走私的方式，有影讲是上空上芳。即马阁要利用进口的脚踏车，要把这毒品藏在内面，入来到台湾。刑事局进前就接到情报，落尾伫咧台中港查到2台进口的脚踏车，若有藏毒品，也有藏枪伫内面。警方追查了后，也追到中华工程公司，掠到涉案现场的主嫌。开枪了，放下，要朝庆祝的地点将嫌犯压制，警方接到情资，有犯罪集团非法走私，被超出毒品所布伫厝内，原来是藏伫这2台怪手内底。用铁铁讲发现是空心，有个中心焊接过，拍破了后，找出大量的大麻种这毒品，甚至也有枪，全部拢被包起来。另外一台是藏几个枪支盒仔，全部抽出来，总共有80袋大麻种、大麻糖啊，也有几支制式手枪，乌市价值达到4500万。警方当初接到检举证据，追查是一间中华工程行为加拿大进口怪手，藏有毒品，手法者罕见。毒品以及这枪支，它把它拆卸开来，甚至分装在它的油箱里面。所以呢，其实它只要能藏的地方几乎藏，不过大部分就是在整个怪手的这个底部的腹部下面不排除是由黑道它整个呢把这个枪支给进口。所以目前我们已经正在追查当中。警方根据受贿地址，掠到工程行负责人姓张的查甫人，还有当场受贿姓王的查甫人。关务署调保管行委托书，也证实是姓张的查甫人委托进货。警方将2人以毒品、枪炮弹有关罪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届伫世界杯骹球赛摕到冠军的阿根廷国家骹球队，已经伫当地时间20透早赶到因的国家咯。为着要庆祝这阿根廷让36年，搁再摕到冠军，因的政府宣布12月20全国放假1天，当作是庆祝。另外，摕到亚军的法国队也已经登到位咯。虽然无变着冠军，依然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搭载阿根廷国家脚球队的专机，当地时间20透早登去阿根廷。本届卡达世足金球奖得主梅西摕到大力神杯，大声行出专机，球完随后坐上电巴士离开，沿途已经受到民众的欢迎。阿根廷政府19紧急宣布，为要庆祝阿根廷继36年搁抱回世足冠军金杯，20全国放假1天。避免运动风政治化，目前阿根廷国家队还未决定讲是要甲阿根廷总统见面。不过，当确定的是，因20会前往首都共和国广场的红箭杯，接受民众热烈欢迎。民众也早已经真期待要甲心目中的国家英雄见面。Mañana no se trabaja, no se hace nada y nos vamos directo al obelisco, directo con la Argentina. Llegué ayer porque bueno, sabía que viene Messi acá y bueno, quiero a ver si me firman el cuadro. 另外，本届世足的亚军法国队19已经回国，包括伫本届世足金靴奖得主姆巴佩等法国队员，拢伫巴黎克里永大饭店的优待接受协和广场民众的热烈欢迎。虽然无法度成功卫冕冠军，不过球迷犹原继续大声喊“拿小军团加油”，感谢拿小军团顶口号，场面真热烈。Parce que même s'ils sont deuxièmes, on est là, on aime notre équipe de France. J'ai vu 2-0, mais j'y croyais pas. Après, il s'est venu à 3-3, mais je dirais juste merci aux Bleus. Juste merci, c'est pour ça que je suis venu rendre un hommage ici. Merci aux Bleus, merci à Deschamps, merci à Kylian. 本届阿根廷对上法国的大战，会当讲是世足史上上精彩一场冠军战。法国将机会以2-4败伫 PK 大战，因为第2甲第3点主踢的科曼甲曹亚曼尼拢无太热。虽然2个人拢伫法国出生，不过拢有非的血统，随即伫网络上遭到种族歧视的不雅文字霸凌。科曼已经关掉社群小号的留言功能。那所属的拜仁慕尼黑球队已经发出谴责声明，公司新闻竟完全变形。咱继续来看国际当中的大代志。讲到这罗西亚总统普京伫咧拜一的时阵，有去拜访白俄罗斯，要甲因的总统卢卡申科举行会谈。双方表示会加强军事合作。不过，克里姆林宫说是唔承认讲，这普京有要求白俄罗斯就爱派兵甲罗西亚军队做伙拍乌克兰。罗西亚甲乌克兰开战10个月，罗西亚总统普京真罕见去拜访白俄罗斯。而且带国防部长甲外交部长做伙去，外界原本怀疑讲，普京可能会甲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施压，要求伊派部队去乌克兰作战。不过，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是驳回相关的报道。
讲这完全是无影无迹的代志。也若双方的领导人会谈了后，嘛敢若对外强调讲会加强军事的合作。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и впредь сообща принимать все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меры для надежного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вух наших стран. Уделять приоритет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подготовке войск, повышению их боеготовности, боеспособности и продолжать практику регулярны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чений. 白罗斯是罗西亚上大的盟友，双方伫军事训练、甲制造武器各方面的来去是真密切。普丁2月底发动拍乌克兰战争了后，罗西亚军队就利用白罗斯的领土来攻击乌克兰。白罗斯虽然无直接派兵参与这个战争，不过同款受到西方的制裁，外销去欧美的出口嘛去互切断，银行从排除伫 SWIFT 支付系统以外。因为这个处境嘛，抵属白罗斯是搁较瓦靠罗西亚。способны управлять этими самолетами, несущие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е боеприпасы. 最近有风声讲，罗西亚可能会并吞白罗斯。普丁伫回答记者的问题时阵，特别回馈讲，罗西亚并无想要并吞任何人，而且讲这个话的人唔知咧得什么算盘。因为这个讲法嘛去互美国考试。The reported claim from President Putin that he has no intention of, as you said, absorbing anyone. Look, I think a statement like that has to be treated as the height of irony, coming from a leader who is seeking, at the present moment, right now, to violently absorb his other peaceful next-door neighbor. 目前乌克兰的战争也无收煞的现象。伫普丁拜访白罗斯的时阵，罗西亚军方持续对基辅展开新的一波的空袭，摧毁真侪关键的基础建设，其中以电力甲供热的设施受损上较严重。当地相关部门正伫赶紧修理当中。那乌克兰的军队嘛伫境内甲差不多30架罗西亚的无人机拍落来。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伫美国上届大型的电动车特斯拉，因的执行长马斯克10月底用美金440亿甲推特买落来。不过，这个风波甲负面新闻却是一直来，也互特斯拉的股价落35%。马斯克10月就伫推特发起民调，互1亿2200万个伫推特顶头白种来投票决定，看伊敢要来辞掉这推特执行长。是未到有57.5%的人选赞成，42.5%是反对。这个消息一出来，随后特斯拉的股价起起。常常伫推特趁钱名义，佮按应用名义，就是上帝声音即句拉丁名言的马斯克，10月伫卡达看世界骹球冠军赛时阵，向推特1亿2200万追随者发布伊是毋是应该辞去推特执行长的调查，结果引1750万人回应，当中57.5%赞成，42.5%反对。马斯克讲，伊会遵守这项线定调查的结果，不过投票结果出来，这1万候选人也没有任何回应。Been a black eye for Musk, a black eye for Tesla, and the Twitter situation's been a train wreck. And I think the poll just is further validation of what he needs to do, and that's no longer being CEO of Twitter. 马斯克10月底用440亿美金成功买推特以来大细政治甲负面新闻真多，甚至将推特一大半的员工是头路，开互美国前总统川普效果放弃针对新冠病毒创造信息的政策，改善由外部顾问组成的信息安全委员会。先停掉，后来佫开放一寡记者的效果，佫禁止用互连接竞争对手的平台，种种手段引起美国欧盟甚至是联合国密切关注。广告主惊甲拢离开，广告占推特收入的90%，投资人也真烦恼。负面效应看甲马斯克的本业特斯拉，今年4月7日实达超过1条1000亿美金的特斯拉。为10月27日，马斯克买推特了后，股价落35%，公司持单求追58%。19日，马斯克落台民调结果一出来，特斯拉股价半前高息，就起3%。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去年1月7日，前美国总统 Trump 的支持者因为不满投票结果，冲入去国会大楼，也和警方发生冲突。这个案件的调查委员会暂时投票建议，对前总统 Trump 提出叛乱罪等4项刑事指控。不过，敢要来起诉是由司法部门决定。目前 Trump 方面是还未有回应。若准 Trump 去互起诉，会变做美国有史以来头一位去互指控刑事罪总统。美国国会大楼攻击案调查委员会最后一摆公开会议，
加州民主党人皮特·阿吉拉表示，前总统川普介入律师团明知违法，也是营造大选舞弊想要平盘。是阿佩时阵副总统潘斯爱拒绝选举人票算票，拒绝承认拜登胜选。What'd you hear? I don't remember if he said you are a wimp. From 1:10 p.m., when his speech ended, and he instructed his supporters to march to the Capitol, to 4:17 p.m., when he finally, begrudgingly, told his supporters to go home. For 187 minutes, he actively disregarded his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 The president repeatedly refused pleas as he watched the violence at the Capitol on television. You said you talked to the president the next day. I'm working on a long statement. I said it's crazy. What did he say? No, these people are upset. They're very upset. In summary, President Trump lit the flame, he poured gasoline on the fire, and sat by in the White House dining room for hours watching the fire burn. 委员会认为，包含叛乱罪在内，川普应该被控4项罪行。不过，就是调查了后所做出的建议，真正提出刑事指控，按由司法部门决定。这委员会由7个民主党人、2个共和党人组成。不过，共和党人用力批评有无公正的嫌疑。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泰国皇家海军有一架巡航舰伫10月暗时11点外时阵，因为引擎故障扩大，无偌久，规架军舰就沉落去海里。迄当时军舰顶头有106个官兵。泰国军方虽出动3架军舰、2台直升机去抢救，目前有甲75个人救起来，不过还佫有31个人到今还未找到。军舰伫海上呈现45度起起，浮浮沉沉。甲板顶船员穿救生衫等待救援。泰国皇家海军一只巡航舰索科泰号，10月暗11点外，因为大型冲击船身起起，海水灌入造成机械故障，失去动力，无偌久就沉入海中。泰国军方出动3只军舰甲2只直升机前往救援，不过只有加布里号伫沉船进前赶到。เขาก็ยังพอมีสติมีแรงก็ดึงขึ้นเรือได้ก็ปลอดภัยแต่ว่าก็จะมีแผลถลอกบ้างเล็กน้อยตรงหัวกับตรงที่ตาเขาเจ็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โดนน้ำทะเลมากว่ายน้ำอยู่นานไหมพี่ตอนนั้น3 ชั่วโมงครับเหรอครับโอ้โหมันต้องค่อยๆช่วยครับเรือมาใกล้ๆไม่ได้คลื่นมันตีครับเหรอฮะ医护人员伫码头待命，伤势较严重的士兵一落船就随送医接受治疗。索科泰号沉船的位置伫离班布里富邦沙滩河边大约20海里的所在。泰国总理帕拉育透过声明表示，官员正在调查这件意外，目前已经知影大约5个人受重伤。พบผู้เสียชีวิตนะครับยังไม่พบเลยนะครับแต่ว่าอย่างผมเรียนว่า31คนเนี่ยยังเป็นผู้สูญหายอยู่นะครับยังไม่ผู้สูญหายยังไม่พบผู้เสียชีวิตในที่เกิดเหตุหรือในสภาพที่จากการค้นหาเลยครับ索科泰号是美国製的巡航艦，1987年服役卡達，下當用伫防空海戰甲反潛作戰，相關搜救行動由原伫海空繼續進行。公司新聞由為您編譯。听小家己保护别人，也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若准会当注这个新冠疫苗，也是讲流感疫苗民众，若准会当注，就要赶紧去注哦。来看这个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昨是批评讲，台湾无买 BNT 新配方的疫苗，害伊的妈妈无法度来注。甚至佫讲，迄当时政府若是有量早互疫苗入来，染疫死亡的人数就当减少。面对着这款的讲法，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王必胜在其召开记者会，强调政府永远把民众的性命放伫咧上大性的位置。无买 BNT 新配方疫苗，是因为 BNT 合约无法度亲像莫德纳共款会当换回。像我妈妈97岁了，已经连打了3剂的 BNT， 最近开始有那个双效型的。我的医院告诉我说，现在台湾1剂 BNT 都没有。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定期公开表示，台湾无采购 BNT 次世代疫苗，呼吁高龄母亲无法度注疫苗，甚至感叹，迄当时若政府早一点互疫苗入来，就会当大大减少着病死亡人数。对此，药政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拜日亲自澄清。现在你有次世代疫苗，我们可不可以换成次世代疫苗？他说可以，所以我们现在的次世代疫苗就是这样子来的哈。
那 BNT 的部分是不行。那时候我们跟他讲说，那可不可以换？当然合约没有写，然后当然人家也不答应。王必胜表示，莫德纳今年签订2000万剂，明年还有1500万剂，而且合约顶也有写会当换做新疫苗，也不过 BNT 原本2个月前想要换做次世代，双方拒绝。这2间疫苗购货量差不多，无对倒一间公司较好。另外 BNT 次世代疫苗敢是需要购买的专家学者有无同的看法？ BA.5， 也就是我们现在新打的这个莫德纳的，它可以下降这个住院，就特别是老人65岁可以下降，相较于这个过去的这个单价疫苗可以下降73%的这样一个住院。要打 BNT 的疫苗的一些人变成了我们 BNT 的孤儿，所以这个东西希望政府能够好开一面，采购一点点的 BNT 就可以了，让这些孤儿能够好好的打到他的疫苗。王必胜强调，目前 BNT 单剂疫苗库存量也有100万剂，包括30万剂大人疫苗、70万剂儿童疫苗，莫德纳次世代疫苗是存400万剂左右。伊强调，无论是莫德纳是 BNT 的次世代疫苗，拢属于 mRNA 双价疫苗，拢会当当作对价剂。2种疫苗效果甲副作用差别无大。目前无采购 BNT 次世代疫苗，是因为实际需求量，各有疫苗整体采购策略考量。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早起即建议美国众议员这个邝思恒所带领的国会访问团，总统是搁再感谢拜登政府卖军事武器予台湾。邝思恒对台湾法案是真帮赞，甚至伊进前捌来到台湾传教。也若讲到即届主要来到台湾的目的是表达美国国会下党派对台湾的支持。今年到今已经有36个美国国会议员来到台湾访问过啊。 感谢你欢迎我们的代表团。今天非常的荣幸有这个机会见面。伊连登的中文小酒问美国众议员邝思恒少年时阵捌伫台湾传教，甲台湾不了有缘缘。佮较是台北法案的重要推手，即摆甲另外3位友台众议员米克斯、欧文斯、布辛祖共同访台，要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And we bring you a message that I hope you already know. That the prosperity of Taiwan is a bipartisan, bicameral issue important to all of us. 2022年是台美关系丰收的一年，迎接2023年，期盼跟各位一起努力，推动台美关系持续升级。总统蔡英文感谢拜登政府继续对台军售。邝思恒是国会保守派气候联署主席，访台也关注气候变迁的议题。到目前。 2022年已经有36位美国国会议员小联署来访。另外，欧洲挺台力度也是渐渐增加。The EU continues to maintain its one China policy position, but believes that the status quo in the Straits cannot be changed unilaterally. It opposes the use or threat of force or economic coercion against Taiwan from China. 总统蔡英文接见7位欧洲议会跨党派成员，带团的阿西马科波罗再次表示，欧洲议会多数已经通过决议案，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世界组织。台湾人民有权来决定家己想要爱的生活方式，反对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长郭文哲伫咧12月2号要落任，副市长裴金星今仔日是带局处首长总辞。针对未来市长掌办案的团队，郭文哲是认为讲也阁袂歹啦。若上任了后，这阻碍也较减少一寡。若掌办案真正是话出讲，这大巨蛋要伫伊上任的1年内就会当安全营运。郭文哲也讲，这中央审查若准通过了后，后面的试营运计划就比较简单。 为副市长裴金星就任，摕到局处当日的感谢批甲礼物。台北市长郭文哲看到是真欢喜，25就要落任啊！回头看上任8年来政绩，包括拆中后西路公车专用道、推动东西区门户计划、甲起社会主体等等。伊认为正派甲公信用是瓜市府上界大的特色。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讲哦，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过去台湾的政治的口号太多，做得太少。 那我们也希望说，市政是一棒接一棒啦哦，下一任的政府一样继续努力哦，让台北继续前进。有媒体问到讲，要接手的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敢是郭文哲目睭内市政的自由性？
国务院回应讲，真侪代志拢要等上任才会知影。也让市府下晡是针对大鸡蛋向周满安做干报。那万安市长也有提出了，包括现阶段所碰到的一个问题，跟现在契约的一个变更的一个设计，然后未来营运的一个要项以及营运的计划，来做一个充分的沟通来了解。针对周满安发出大鸡蛋，要伫伊上任的一年内安全营运，周满安的团队表示会尽力来完成目标，但是相关的技术拢会当克服。一年内安全营运应该是有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天台湾的温度是变甲真低，伫台东避南溪出海口迄个所在中华大桥有出现3只真罕见的大鸟罗本鸭，这可能是最近这10年来头一届伫这个台东出现，也可能是因为这县政府也有渔船局为着要防止风背山乌人港的水产，所以意外制造出适合因来遮过冬环境。天气真寒，暗过台东市中华大桥下骹燕鸭鸟类活动正频繁，不少鸭科大鸟伫避南溪出海口自由自在活动找物件食。暗过有人伫一阵常常看到水下架灰翠鸭当中发现3只罕见的罗纹鸭大鸟，头部的模式甲其他鸭科鸟类无同。台东县野鸟学会表示，这摆发现可能是近10年来第一摆。另外就是它很有可能是一开始是跟着那个小水鸭一起过来的。所以你可能在发现小水鸭的地方，你要仔细找，因为他们长得太像了。野鸟学会认为，会侵罗纹鸭到台东，可能是因渡东向南徙的过程中，多发现中华大桥下骹有原府甲保护局乌的防止风背山的水产有草有草洗才会停留。暗过生态专家认为，人工的生态工法起因到遮，煞赶走过去需要护保地鸟类，对生态平衡不一定是好代志。当我们挖了水质以后，却会造成原本利用沙地的这一些鸟类，譬如说夜莺，譬如说中山纸鹑，它的生存上面的这些问题。专家建议，未来在做水产工法防止风背山时阵，应留一点空间，让原来生态生物、互人类的生存甲其他物种的生存应有平衡。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森林的这个刺洞这所在呢，用过种真侪杨桃，有真侪所在拢是这40-50年的老杨桃树，所以用错了啊，改种别种的水果。过去是种差不多100公顷，即马只有剩30公顷尔。农会也推出讲卖错杨桃树，农会会接手的一个计划，希望鼓励农民继续来种杨桃。今日西甲大粒个水杨桃园。云林市东乡过去是全台杨桃的重要产区，因为主要的种植区伫大美村，加上早年杨桃比赛常常摕到好成绩，所以才以杨桃有美林桃的水名。时机刚好的时，种植面积超过100公顷，毋过目前敢若剩30公顷左右。还是拢年龄老啊，像咱工课，咱的少年来讲无人做啊，咱农业要是真正嘛面临对要断层的呀。这真济拢真无可奈何，你即摆请工真正嘛请无人去斗做咧。为着要找倒来美人桃的水名，启东农会邀请音乐创作家陈明忠做伙创作歌曲，甲启东种杨桃的故事拢写伫歌词内底，也推出唔错树，互农会来承接计划，帮助青农回乡，透过杨桃的高人传承种植技术。各研发杨桃相关加工产品，要拍入市场通路。也很希望透过这个整个的计划，来扶植青农，来种植。我们有达人杨桃老达人，然后来带着我们的青农呢，一起来把杨桃种回来，也把整个杨桃种植的技术传承下去。认真甲咱推广的，加一种的通路对啦。啊，无你这就爱拍算表呀。启东杨桃农民表示，到采收期大约有2成杨桃买野货，即卖会当互农会做杨桃相关加工品，也算是帮助农民找到另外的通路。农会表示，今年拢有向农民收购杨桃，互超商卖，成效袂歹。目前当地已经有2位青农参与计划，希望会当慢慢找倒来过去启东杨桃产业的情况。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花莲的李希潭，伫花莲在地合唱团，因是伫咧潭边唱已经过身的音乐家毛可甘老师的作品《李希潭之歌》，希望会当互民众理解到这个李希潭的水。
为了要甲这条礼仪谈之歌练好，花莲妇女家庭合唱团特别用2个月的时间伫教室练习。总算到表演的时阵，所有的团员特别去礼仪谈的南平，用优美的旋律来表达对故乡的爱。每个县市景点都有每个县市景点的歌，就是我们单单花莲礼仪坛没有歌。希望借着这个把礼仪坛的歌推销出去呢，一个可以促进我们花莲的观光。这条礼仪坛之歌是已经过往的素人音乐家吴可感的作品。少年时阵做军人，退伍了后伫花莲市公所做干事，私底下还佫成立青年工作队，专门去安养中心演出。这条歌前到大拢毋捌发表过，是因后生伫整理伊的物件时阵发现的。我以前都不晓得我觉得个人他的确能够把这个湖中的水波荡漾的那个情调能够写出来，他的这个景色跟心情能够融合在一起礼仪坛的面积有104公顷，西湖一连差不多4公里长，是木瓜溪的支流文兰溪甲花莲溪的支流老溪之间的一个湖。湖的水是为涂骹底问出来的，嘛红列做是花莲8大秘境之一。团员希望这条歌会当一代一代唱落去，互旋律会当永久流传。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国防部的统计，讲过去到今，陆海空军伫新竹市有真侪设施甲营区，地区这灌村的数量也真侪，计共47座。市政府即马也当咧修复甲活化这灌村建筑，希望会当甲灌村的历史文化甲人情味拢保留落来。规身躯过去国军的仓插来到灌村头前翕相，亲像返去到过去。其实，搁较早在日本时代，新竹就是军事重地。后来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陆海空等等国军种有袂少部队，嘛在遮设营区。所地计共有47座灌村，嘛挖在新竹市。要穿着这样的服饰来衬托以前那种大家以前对眷村的那种回忆。即使在更初期的时候更老一辈的人他是知道这样子的服装其实是就是它是一个台湾街头的一个印象。这样有60公尺宽大烟筒的日本海军第6燃料场已经补强结构。按算2025年底修复完工。另外，过去国军重要干部参灌属大的将军村，不断咧修整，未来希望开放给民众使用。那我们希望把它转换成一个开放的图书资讯园区希望在这个空间里面不但是说能够让民众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学习知识，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跟就近的这些原生的眷村的这些居民能够有更长期的一些互动时代的发展的巨轮，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逆转但是我们应该政府可以做的时候，去评估眷村的一个状况起码再规划几个保留地让这个印象可以得以留下。除了修复工程，文化局也举办演讲、电影放送、灌村市集等等的活动，希望灌村的历史文化会当保存落去。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抓风车剧团进前因为坑道具的仓库发生火灾，一直咧找新的仓库。经过文化部的协调，国防部甲实际的旧火药库租予这个抓风车，互剧团免搁再烦恼会当继续替真侪囡仔创作，甚至是演出搁较侪精彩表演。空间内藏真侪剧团的家私报警，起因是抓风车剧团伫2档挂钟，因为藏报警家私的仓库着火烧，真侪心灰乌有去，嘛就显出剧团的经营困境。最近伫官方协助之下，总算找到国防部伫实际趴远的弹药库，通好做就使用。3年来的疫情加上火灾，对任何剧团来讲都走不下去。那这个仓储这一步看起来是很小的一步，其实跨了一步很大的一步。文化部自去年开始推展表演艺术长途示范计划，协调国防部军备局提供实际的旧弹药库。抓风车剧团甲过去的官兵宿舍整理好势，有保全消防系统，大大改善过去的安全问题。嘛邀请这2档得到国家会奖座的7个优秀演艺团队来进驻，除了减轻营运压力，嘛解决冲突问题。计划如果成功那么我们希望在各个县市那么都可以有闲置的空间把它改做成仓储的空间。文化部表示，台湾各地拢有一寡营地空间，未来嘛会看试办的状况继续推动，另外嘛会协助解决目前这大失谈的问题。记者伫个立球台台北采访报道。
来看这南美洲的秘鲁，最近佫伫咧南部地区发现到骨肉10条神秘的纳斯卡线，就是用线条形成的图样。日本和秘鲁的研究团队指出讲，因伫南部发现到包括人类、鸟类、幼鹅等等168个图样，而且一寡古早的图年代上早会当追到西元前100年。不过这起源是对倒来，到今也是无法度找到。为空中看纳斯卡沙漠，分布一条一条线条，详细看会当看出动物图样。南美洲秘鲁佫发现神秘的纳斯卡线。研究团队伫南部的纳斯卡潘帕甲4科位的地区，找到包括人类、多科动物、鸟类、幼鹅、鸟科动物，也有抓定168个新地位。Por sus características, las figuras descubiertas habrían sido hechas principalmente por los pueblos de la antigua cultura nazca entre los años 100 a.C. y 300 después de Cristo。来自日本甲秘鲁的研究团队已经伫当地研究纳斯卡线真侪年，因进前找到190个图像，加上新地位，总计已经有358个。Los nuevos geoglifos hallados en Nazca corresponden mayormente a figuras pequeñas que tienen de 2 a 6 metros de extensión en promedio, y que por técnica de elaboración e iconografía serían un poco más antiguas que las grandes figuras lineales que todos conocemos。纳斯卡线是秘鲁前哥伦布时期的重要古迹，也封列为世界遗产。一寡真大线条是安怎方画出来？佮为了什么来画？高达有关是未？新发现对研究人员了解伊的分布模式有帮助，进一步保护这寡神秘的古早遗产。秘鲁另外一件特殊事件发生伫首都利马，顶礼拜六，当地一个街区出现几啊名亚当老人甲精灵伫街路行，想要到行咧，其中一位突然提起大钢锤，讲一件免解除的大梦。亚当老人落门入去了后，随压制厝内嫌疑证书。原来这是警方特别行动，几啊名警员趁亚当前要到，扮作亚当老人緝毒，因成功降低歹徒的戒心，逮捕涉嫌卖毒的3男1女，佮查获数千包的骨科碱甲大麻。其实这毋是秘鲁警方头一摆假装办案。10月底的时阵，警察也趁万圣节扮作动漫人物逮捕一个犯罪家庭，迄当时也佮引起未少话题。公视新闻市湾连朋友。咱来关心明仔载天气，讲到明仔载，还有另外一阵强烈的大热冷气团在要落南，各地头的温度拢会开始降。北部、东半部、顶部会落雨。若讲到中南部是侪云到好天。到尾暗仔的时阵呢，这天气开始变做是大冷，中部以北的低温会来到10度至12度，而且这款寒冷的天气会一直到礼拜。讲到这寒流特要来，各位观众朋友千万唔通挂无事牌。明仔载气象好歹，咱做伙来详细看卖。吉兰到新竹对13度到18度，苗栗到云林对12度到22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19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